啊！往前坐，你往前坐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往前坐。你在上面看起来好重，在那减肥啊！在上面看起来。你屁股快死了！你这一只脚先动。哇！让我们欢迎下面一位小优。哇塞，小优好有料哦！夏天就是这样，夏天就是这样，哇！今天让我们欢迎小猪。好可爱哦，小猪。